生气的一个，到时候我声音变这样，怎么办？新天花板，我唱对起来可以吗？我怕今天的歌都比较安静，所以就请大家先坐下。那当然很适合啊，这种阳光很适合睡午觉。我还是要找个小帮手，必须要撑2个小时，结果这种声音听2个小时不是很舒服，带来一点天籁给大家。我欢迎多的宝宝们。一定要尖叫！他们是真正地方国中的学生，你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尖叫出来！也是在